亲爱的，都交过你了哈。我开了这么久，怎么都还没有到啊？继续开，才一半路而已。啊！我已经开1个小时了哎，才一半。严大哥，你是不是报错路啦？路线是你熟，还有我熟啊？我只是想确定你有没有报错路啊。这地方我跑了快30年，你怀疑啊？哦，我继续开。你也知道30年啦。来，请喝茶，请喝茶。哎，经理站着来了，哎，要办要问的，赶快。哎，感谢你啊，你好。你电话通知的那3户，一个搬走了，我还在查。另外2个，等一下就会过来，你先帮其他村民办吧。这台车我儿子早就没骑，可是不知道怎么办。那税单一直寄来了。来，我跟你说哈，这张单子啊，只要在这边签个名，在摩托车就是报废。签名就好了，对，这么简单嘛。签个名，后面我们就会处理了。要不然以后等强制执行之后，缴更多的钱，大家讨生活都很辛苦，早点处理，早点好啦。哦，有你们这样哦，特地来山上哦，为我们部落处理，真好啦。对。哎，黄先生来了啊，黄先生，好久不见了。啊，妹妹考到驾照了哈。对呀，谢谢你。林先生，谢谢你教我女儿怎么去考驾照。我们家现在才有人可以到外面去处理事情。哎，干嘛这么客气啊？来这边服务啊，本来就是我们的工作啊。来，我扶你下车。来，黄先生，请坐。哎，来，请坐。哇塞，这样来回一趟也要100公里耶！我们开车啊，都这么累了。你想想那些村民，骑摩托车、电动车，还要跑这样山路，你说辛不辛苦？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下乡做服务的原因。小佩，快一点！严大哥他进去了，你赶快准备一下。好。大哥辛苦了，车就交给我们了。因为他的热心的服务跟他的服务态度，使我们部落族人收获很多。我要代表所有的部落族人来谢谢他。条道路都有我们幸福的足迹。大哥，你知道这个单子哪里缴吗？来，我看一下。哦，来，我带你去柜台。你知道怎么办哦？开玩笑，我是公路人呢。